今年7月，有民间企业透过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捐48台救灾车予乌克兰，那第2批70台嘛顺利捐出去啊。一寡踮台湾的乌克兰人，今仔日是到立法院感谢台湾人的诚心。每一辆车、每一个零件都我亲自盯场的。今年7月份的时，政府甲民间企业合作，共同捐予乌克兰48台救灾车辆。目前这些车拢伫乌克兰投入救援的工课。第2批要捐70台救灾车辆的合作计划，拜5早起伫立法院长尤锡坤的见证之下，也达成任务。每一辆车，我保证出去，如果不讲，人家都以为它是新车，绝对不会说让他们觉得说我们送的是2流的车。所以，像你们把这些图片送回去，一个人告诉1万个，台湾政府是非常帮助乌克兰的。虽然这些车拢是中古车，不过拢有经过整理，功能也真好，准备要送去乌克兰前线协助运送伤患，互踮伫台湾的乌克兰人真感谢嘛真感动。乌克兰也很大，用轿车送伤患没效率，加上路况不佳，因此常常在路上会发生故障的风险。台湾捐赠救援车辆车上都有应急的专业设备，可以一次救很多人的生命。对乌克兰而言，这是一场救灾的及时雨。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! Героям слава!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! Героям слава! 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已经超过东半，也未收煞。乌克兰的坚强嘛，互人感动。捐赠单位表示，未来会继续募集资源，希望台湾有更较侪民间的爱心甲物资投入，互国际上更较侪人看到台湾的爱心，嘛互乌克兰知影台湾参乌克兰是徛斗阵的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